低啊！而家啲新房仲嗌緊14000啊！我從舊年10月份就開始掛㗎啦，其實都掛咗大半年，而且我當時掛嘅時候已經係蝕咗好幾十個㗎啦。邊度有上品，邊度有阿鐘，呢個只拍上品嘅頻道，灣區樓市發嚟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鐘。今日我哋嚟到淡州綜合物之中排名前3嘅，但佢嘅優勢同埋缺點呢，亦都好明顯。首先講佢優勢，從項目出發到珠海拱北或港珠澳大橋人工島，僅需要15分鐘。去中心城區石岐都係40分鐘嘅，去廣州市區亦都係60分鐘。深中通道開通之後呢，到達深圳都係60分鐘嘅車程。同埋呢，佢珠海南灣片區僅一橋之隔，5分鐘到達華發星都同珠海嘅明珠站。連續港珠澳盡享中珠雙城半小時生活圈，但係佢嘅缺點咧都好明顯。首先呢個盤體量過大，導致咗好多業主投訴，同埋而家6期喺度建緊，會造成一定嘅噪音影響嘅。仲有就係交通配套弱，小區周邊公交路線較少，僅有少數公交路線途徑，例如淡州嘅拱北 B 線啦、996等。居民出行主要依賴自駕，部分用戶反映回程交通不便，尤其是係往返珠海市區時，需要依賴自駕或出租車。通勤依賴性強，即管靠近珠海南平大橋，但對冇車族或依賴公交交通群體嘅老人兒童就唔夠友好啦。咁我哋今日要拍嘅就係中澳春城，我哋依家去揾業主睇有咩料到。Hello， 你好，鄭小姐。阿鐘你好，你好，大個咪先。好嘅。嚟呢邊。咁你覺得呢個小區點啊？呢個小區啊，佢嘅綠化咧非常之多噶，同埋佢小區配套好一應俱全嘅，有羽毛球場啦、籃球場啦，咧就喺前面啫嘛。係啊，仲有好大嗰個游泳池。係啊，呢個游泳池係1300米嘅室外大游泳池，同埋你呢個園林咧都係按照10萬平方嘅園林，按照東南亞風情打造嘅。係啊，所以平時你話飯後散步啊都好舒適噶，而且佢做咗呢個人車分流，所以啲小車係唔會話有上路咁樣咯。同埋飯後好多人都會去競走啊、散步啊，同埋細蚊仔跑下步啊咁樣。因為人車分流係比較好嘅，因為細路仔啊、老人都比較安全咯。係啊。不過反而就係呢啲電動車咧都擺晒喺度，都有少少嘅。呢個其實保安都已經喺度盡力，即係小區物業啊、保安啊，佢哋都會有好有去設施去加以管控噶啦。呢個都係。你平時都有落嚟啊？細路仔帶打籃球嗰方面啲嘢㗎？有啊，平時佢哋週末啊好中意㗎，我仔仔好中意係同埋啲同學仔咧一齊落嚟呢度打籃球啊，又係免費嘅小區入面。其實你小區多唔多蚊咧？有㗎，真係因為佢綠化多啊嘛，所以特別夏天晚黑啊，都唔係話特別敢落嚟。係啊，唔係咁特別敢落嚟。有蚊嘅，比較邊度都有蚊嘅，其實呢度。係。你住喺邊棟啊？係啊，就呢一棟啫嘛。嚟，阿鐘呢邊啦。係左手邊呢邊。呢度2梯幾戶啊？呢度2梯4戶嘅。其實中澳嘅入住率比較高嘅，大多數都係澳門或者珠海嘅上班人喺度住嘅。係啊，同埋呢邊啲街坊朋友咧都好親切嘅，好隨和㗎。要唔要換鞋啊？唔使啊，入嚟得㗎啦，直接入嚟。其實呢個入湖花園都有4-5個方，呢度放價係貴，再放翻鏡呢度都比較好嘅。同埋呢個面積幾大啊？呢度套內咧係116平方嘅，有3個房間啦，同埋我做咗2個洗手間。呢個餐客廳係連埋一齊嘅。其實廳大咧係比較好嘅，因為我哋平時咧喺廳呢度活動比較多，反而房間咧只不過係我哋休息區嚟嘅。係啊，當時睇中呢度就因為佢個廳啊、客廳連埋啊，好開揚啊，係啊，好闊落。同埋咧呢個座北係向南嘅，咁依家建緊係第6期，所以會造成一定嘅噪音影響。其實都還好㗎，因為佢都就快封頂㗎啦，就快起好㗎啦。然之後呢邊左手邊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個前山河咯。佢隔離都已經而家係打造緊條情侶路。OK，咁我哋睇下廚房。好啊。廚房係做咗個 L 型嘅廚房嘅，仲帶埋一個生活陽台喺度。美中不足嘅就係咧，16樓同埋17棟都遮住晒。但係你其實打開個陽台門咧，好對流，好通風㗎。係啊，所以都好舒服嘅食飯。仲裝埋個窗係。係啊，就係食飯嗰時候想打開個窗咧，咁啲風對流，食飯嗰時都好舒服。睇翻嘅一室區。好啊，呢邊啦。3個房間咧嘅套內面積都係差唔多大嘅咁樣。主人房我就做咗個套間，同埋呢度2個就共用一個洗手間咯。呢度就係長輩房，廁所都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。反而兒童房咧係向南向嘅。主人房咧個光線都比較好嘅，係好充足㗎，仲可以睇到前山後景。呢個
光線非常之亮。廁所都係做咗個乾濕分離。呢套房我睇下咁靚，點解仲要放咗佢咧？因為而家小朋友大啦，然之後都喺珠海嗰邊讀書啦，咁我哋珠海有套屋，就諗住話唔好將呢度擺喺度浪費咗咯。係啊，睇下有冇合適嘅有緣咁你想人。放幾多咧我哋坐低傾啊。 ？OK。誒呢邊。其實你係做咩工作嘅咧？我係做小學老師㗎。係啊，喺珠海嗰邊咧做一個私立嗰度做英語老師。咁帶細路仔都好辛苦喎，特別係教啲細路仔。係啊，確實係，但係做教師咧有一份好，即係點講咧？當你成功教到一個小朋友出嚟嘅時候，都嗰種成就感優越感啊係啊，係嗰種我比較成就感係好多嘢係無法俾你嘅咯。放翻個房啦，咁你呢度打算放幾多咧？我呢間房啊，我之前掛咧係掛115萬㗎，我從舊年10月份就開始掛㗎啦，其實都掛咗大半年，而且我當時掛嘅時候已經係蝕咗好幾十個㗎啦。其實17年往上入手咧，冇幾個唔蝕嘅。同埋你掛咗咁耐都放唔出，其實有冇諗過咩原因咧？係啊，我就係之前都揾過2個中介咁樣，都好幾個人過嚟睇過，但係一直都冇遇到合適嘅有緣人咯，所以就話請你哋嚟俾啲專業意見啊，睇下有啲咩可行性嘅方案。其實之前放115萬咧，基本係冇人會睇嘅，因為你要面對現實。因為依家個市場，你二手房仲掛115咧，係好難賣得出去嘅，都吸引唔到人哋過嚟睇。因為依家按照依家個市場道理嚟講咧，按專業角度啦，就按市場最新嘅定價，都係8300到8500嘅之間呢個單價，唔會超過1萬嘅。咁低啊！而家啲新房仲賣緊14000啊！因為你二手房咧一定要有差價，你先得有嘅。因為二手房咧，你唔低價去吸引你哋過嚟睇咧，係好難有客嚟睇嘅。你一直掛115萬，只不過係數字嚟㗎，冇人會嚟睇嘅，冇人問進緊呢啲嘢。確實都大半年啦，都係未遇到合適嘅有緣人咁樣。其實我建議咧就係放一口價98萬。咁嘅話，你呢套樓就唔會吉住喺度，仲俾晒啲物業費啊各方面，係咪先？98萬，咁好啦，一口價就98萬，圖個好意頭啦。希望你哋盡快可以幫我遇到合適嘅有緣人。